来关心天气，今仔日各地有关是这份好天、烧热的天气，高温来到28至33度。不过气象署表示，接落来特别受到两波方面的影响，会变天落雨。第一波方面是伫咧拜六礼拜开始影响到北部甲东半部的落雨，那第二波是会影响到后礼拜二甲拜三。 民众趁好天来到河滨公园运动，拜高是烧热混杂天气，北部、中南部平均高温伫咧30度至33度，东半部伫咧28度至29度。气象署表示，过昼了后，北部和各地山区要注意有西北风。在降雨方面，从图上可以看到，在山区要留意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现象，而在北部地区，中午过后可能也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。 另外，气象署也提醒未来会有两波的方面影响台湾。第一波影响是拜六礼拜，这两天北部和东半部会落雨，过来就是后礼拜二、后礼拜三，尤其是后礼拜三，到时全台拢会落短时间的强阵雨，甚至可会打雷公。礼拜二的晚上，随着锋面逐渐接近北部、东北部，天气就会变得不稳定，尤其是到了礼拜三，锋面通过的这个阶段，全台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出现，天气会相当不稳定。气象署表示，虽然拜六开始各地水汽增加，不过温度也是真高。拜六到后礼拜二这段时间，各地高温平均伫咧30度至39度，是室内天气形态。气象署提醒民众这段时间要早雨满雨伞较透冻。记者戴亚轩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